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讲起宣教使者的第一讲，咱有讲去到早期来到台湾的宣教师，因有4个真重要的宣教精神，就是看无家己的宣教精神，谦卑认同的宣教精神，尽心尽力，佮充满疼心的宣教精神。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因真重要留落来的脚链，留落来的精神。明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这时清起阮的心肝，互阮来领受你的话。求你赏赐阮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信心、快乐、疼心，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更较侪人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回有讲过这4种无共款的精神，咱今日要对第5种开始来看。早期的宣教师其实因拢有一种特质，就是因看见台湾人的需要，就想办法去帮助、补满这人的需要。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为着恁的好处，上帝将这任务交予我，互我做教会的奴仆。这任务是爱我充分将上帝的信息传开。保罗先生讲，因领受上帝对伊的呼召。上帝予伊一个任务，予伊来做教会奴仆，目的就是要予伊充分将上帝信息传开。所以保罗伊就尽伊的快乐，伫无共款的人中间，伊用无共款的方式去传讲信息，目的就是要予这人接受福音，予这人得到拯救。早期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因也是安尼做。因去了解台湾的情况，一旦发现有什么款的问题，就设法去改变。因早期的宣教是对看见人的需要开始，这就是耶稣的脚链。耶稣就是安尼，耶稣看见人的需要，一方面帮助这人满足伊的需要，另外也将福音传予因。咱看见着耶稣拄着破病，就医病；拄着被鬼附的，就赶鬼。伊甲送养人做伙，帮助送养人心灵富足；伊甲有财富的人做伙，帮助这人无受到财迷所捆绑。伊看见人真正的需要，去满足因的需要，而且将真正的福音介绍予因，互这人伊的身体甲心灵拢得到救。早期的宣教师就是军队主要所基督的脚链安尼做。我以下分享4项早期宣教师为咱所立落的一寡基础。第一项，教育。宣教师来到台湾，因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传扬福音，但是因知影传扬福音是一个久久长长的代志。那长期外国来的宣教师，这个时间无可能延长，所以一定要培养本地的传道者，所以就开始设立学校来培养人才，所以有设立台南新学院、台湾新学院。为着要互这新学院会当有较少年的人先做有备的工作，然后较来读新学院，所以就设立中学，有中原中学、中原女中，有淡江中学，最后阁为原住民设立玉山新学院。这款的教育时间，其实是对台湾的影响真大，因为这学校唔简单是训练在地的传教者，
嘛将西方的科学、艺术、文明、文化引进到台湾，互台湾有世界观，也培育真侪在地的台湾人才。所以咱今仔日台湾的教育，西方的教育，其实是对咱教育会开始的。第二项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医疗。早期宣教师来到台湾，因知影会当透过这个医疗来传道，所以设立病院，有新老病院，这伫台南；有伫彰化的彰化基督教病院，有伫台北的马偕病院。这病院将西方的医疗技术引进到台湾，互台湾人得到福气，也透过安尼来传扬福音。而且，咱所设立的这病院，有足侪是咱领导咱台湾伫无论伫医疗还是社会方面真重要的一寡领导事工。譬如讲伫马偕病院的罗惠夫医师，伊成立台湾第一个生命线自杀防治中心，第一个加护病房也是伫遮设立的，第一个烧烫伤病房嘛是伫遮设立的。而且因设立遮的，毋是仅设立机构尔，因是真正用疼心来经营遮医疗的事工。譬如讲，举一个咱伫中部，即个蓝大必医生，因夫妇拢是透过真有疼心的医疗工作，来帮助当地人。因两个夫妇家情形拢真朴实，拢真节省，但是却帮助真侪送乡的百姓。咱台北医生有时会去彰化的街路顶面，找迄个无人要插的这流浪汉，因为人是破病，规身躯生疮老血老脓迄模样真恐怖，但是伊袂惊呀，将因带倒来基督教病院内底来照顾，互因身体得到医治，然后将福音也传互因，将耶稣介绍互因。所以咱台北的疼心甲行为伫彰化地区是无人毋知啦，所以当地人拢非常尊重伊。当地流传伫迄个时阵有一个俗语，叫做“南门妈祖经，西门蓝医生”。意思是讲因对蓝医生的尊敬那亲像因对因家己生命的尊敬。所以咱嘛捌听过讲，蓝医生有一片去一个所在，伫遐医疗，伫遐传道，伊拢是搭迄个上届暗的一班火车，倒来彰化。因为迄天的病人较济啦，所以一直看服务到迄个火车已经要出发，还未到火车站，但是火车的迄个列车长当时阵做一个决定，伊讲等蓝医生来，咱火车才会当开。所以咱所有的人拢是咱咧等火车，只有蓝医生是火车咧等伊。可见是人遐尼对伊尊敬。这就是尽心尽力，看见人的需要，去满足人的需要，然后将福音传互因。所以对圣经来看一个人的价值，毋是在于伊偌有成就，也是讲伊趁偌济钱。一个人的价值是伊到底靠荣耀上帝，伊靠影响人，靠帮助人，帮助人明白上帝，互人的生命有智慧，互人会当敬畏上帝。这是圣经咧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这也是早期宣教师因所留落来的典范。希望咱会当将伊延续落去。第三项是社会关怀。
咱知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向上界重视教会甲社区的关系，就是讲社区中间有啥物款的需要，教会总是会设法来协助。这是早期传教士所留落来。譬如讲，甘伟仁牧师，伊是伫早期伫台湾，中南部遮，特别伫中部做旅行团队，一个真重要的宣教师。伊伫宣教的中间，伊发现到真济当时阵台湾有真济遮的盲朋友，就是目睭失明看无的。当时阵盲朋友伫台湾的社会处境实在是真凄惨，大多数只会当做算命的，无就爱做去食人分。所以伊就想办法去改善盲朋友的问题。伊就引进即个一个凸字版的课本，就是咱今仔点字的前身，或者盲朋友会当读字，会当读册，会当读圣经，会当吟圣诗。另外一个去游说即个当时阵统治台湾的日本政府，会当为盲朋友设立官方的学校，来照顾遮个盲朋友。所以迄个时阵就成立台湾第一个盲朋友的学校，伫台南。另外，伊也帮助遮盲朋友会当家己生活。伊感觉盲朋友会当做几项工作，做传道人，会当做一个较简单的手工。所以伊就帮助遮盲朋友去学车máy啊、车碰洗、车模啊，帮助盲朋友会当做一寡小生意，来改善因的生活。所以就是看见需要，就去做推动遮个事工。搁另外，咱有听过牧师讲过马希洛宣教师，伊来到台湾的时阵是头起是食位来招来，伊嘛毋知要做啥物货，但是伊伫路林街上咧行的时阵，伊看见着真济，因为迄阵咱台湾有流行一站的即个小儿麻痹，所以有真济细汉囡仔得着即款的病，无法度徛，无法度行。有的爸母就将因放伫一个桶仔内底，茶桶内底，互因伫路林安尼用手安尼爬。伊看到真毋甘，伊就设立一个机构来收容遮个遮个较特殊的囡仔，帮助因会当家己自理生活，训练因手工，帮因设立工厂。比如讲，因会当做水饺，做一款手工艺品。甚至做咖啡，来卖，互因会当生活，佮巩固因的文书来训练。咱知影，伊所训练出来有咱的迄个奥运的残障国手，迄个举重的，足侪人都是因为因来得到祝福。所以咱看见着因，就是看见需要，就去做推动这个事工。今日咱长老教会有设立这个机构，原住民妇女渔民佮彩虹妇女事工，佮身心障碍，佮劳工，而且关怀事工，目的就是互这个需要帮助的人会当得到一寡资源。佮另外，咱长老教会也是对政治非常关怀，因为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咱基督徒活踮伫世间，也爱关心政治。长老教会上界出名的，就是有三遍发表政治关怀的宣言，就是1971年的国事声明，1975年的我们的呼吁，1979年的这个人权宣言。咱今日看起来，个像无啥物货。理所当然，这是民主的一个宣言。但是伫迄个时代，是伫威权时代、独裁时代，要讲即款的宣言，需要真大的勇气。
但是咱今仔日回头过去看，其实这宣言拢是有先知性的，吼，对咱台湾民主的改善甲进步有真大的贡献，嘛得到社会真大的认同。咱今仔日伫咱的教会，有设立教社委员会，吼，咱教社委员会伫前几礼拜，咱有一个主任特别甲大家介绍教社委员会所做的事工，吼，这事工其实对咱台湾的影响嘛真大，吼，只要咱愿意认真做，就会带来一寡影响。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啦，吼，咱甲咱附近的一个国中有一个合作，就是有一寡较弱势家庭，可能囡仔下课了无法度去补习，所以咱教会就派咱教会的青年，互因去到这学校内底做学生，这弱势家庭的学生的辅导。这青年去其实是来陪因读册，帮助因当将因的作业完成。但是毋干那安尼啦，这青年嘛会当对这弱势家庭的囡仔有一寡心理的辅导。咱知影即摆囡仔有心理有一寡代志，吼，可能毋敢甲伊的同学讲，毋敢甲伊的老师讲，因为即群年龄较大一点这青年去陪因，所以因嘛愿意将因的心情对因讲。我都有看到一张批，这张批是一个囡仔，一个学生写互去辅导的青年的。可能这字上无清楚，大家看无。伊主要是感谢这个青年人，会当陪伴伊，听伊讲伊真济，伊讲真济废话甲问题啦，吼，会当听伊的心声啦，吼，感谢这老师会当提供伊一寡人生的方向。伊讲伊大概要变9年级啊，可能袂当去甲这老师见面，但是伊非常感谢这老师。我想这老师可能是只有听这个囡仔讲伊的心声尔，可能简单来勉励几句，对这个囡仔就有影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每一遍有可能去接触到的人，咱拢有可能成做伊生命中间真重要的祝福。咱可能一寡鼓励的话，一寡安慰的话，也是替伊祈祷，可能带予伊足大的祝福。这是咱会当做的。看见人的需要，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就是去对需要开始来帮助伊，所有的宣告拢是对需要开始的。再说第6项的精神，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团结合一的宣告。保罗先生讲，咱对下读的是第3章，咱对第1章开始来看是讲，所以我肯定，我是因为侍奉主来诚做受国家的，恁行事为人拢应该符合上帝呼召恁迄个时阵所立的标准。恁来谦顺、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想事合一的心。保罗咧勉励当时阵的教会信徒，一定要合一，合一是见证。合一是宣告的力量。你想看卖？那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团体，你若内部互相伫遐咧攻击、勾心斗角，互相攻击，这个团体自然而然会解散嘛，会分散，无力量嘛。一间教会嘛是同款，咱教会若内部无合，安尼要对外去宣告。合一是上好的见证，合一是上大的力量。咱若合一，会当真认真去对外去宣告，一定能带来真大的成果。咱看见到，其实咱台湾
原本地因为教区的原因啦，吼，宣告车会无共款，分做南北两个大会。南部是对苏格兰来的传统，北部是对加拿大来的传统。虽然拢是长老教会，但是当时阵分做两个大会。伫较有一个人，黄兆辉牧师，黄兆辉牧师伫台湾受教育，后来去日本读帝国大学读铁学、文学、伦理学，后来佫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神学。出业了后，伊伫1941年，就去甲英国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做传道者。到1947年的时候，咱台湾发生一个重大的代志，就是228事件。伊听了228事件了后，伊就带伊的某囝回来到台湾。伊感觉台湾需要有较侪福音的工作。伊回来到台湾，伫中央中学咧教册。然后伊伫1948年2月。伊受邀请伫迄个时阵，南部大会有一个青年大会，伊做演讲，中间有一句话影响真大。伊安尼讲，伊讲合一，咱就会当生存；那分开，咱就会灭亡。在呼吁这青年人爱合一啦，所以青年人开始做合一的工作。伫1948年。伫淡水有召开第一遍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迄阵有1500个青年，大家组织，大家咧思考讲教会要怎合一。所以伫第二年1949年5月初3，就成立台湾教会青年团体，伫各教会拢成立，叫做 TKC。TKC 的成立。促成了1951年，咱南北大会合作一个总会。第一遍的总会就是伫咱少年教会召开。伫1999年，就是青年团体 TKC 成立50周的时阵，总会有办一遍的庆祝大会。我有特别为着这个庆祝大会。做一首主题曲，主题曲。我是用台语写，到尾个来翻做华语啦，这是台语的版本。1948淡水组织青年团体成立，唤起分裂力量消失，呼吁教会合一。打咱军队前辈脚步承接改革的路，奋斗向前，毋惊艰苦，立志为主奔波。我第一节是咧写历史啦，伊有一个副歌的部分是甲主题有关系，主题是喜乐仰望甲主同行，活出丰盛生命。恁来公义四维充满，上帝旨意得成。第二段我是写到迄个时阵的台湾的状况，台湾现时拄着困难，社会渐渐黑暗，心灵受到罪恶掠陷，前途变成无望。求主引带头前路途，光照心内乡土。找见圣神扶持帮助，成全上帝国度。第三节我是写未来，无得看轻年轻生命，尽力为主拍拼，信仰宣传言行事正，宣扬救主的听。甘愿献做偌济小真，毋愿受坏心神。这句是马街讲的。求主暂愿心志换新，决志献愿本身。这个组织嘛是千几个青年伫中央大学组织，大家有去思考未来长老教会的前途要安怎行。但是咱看见着，其实咱看见着长老教会真侪青年的流失，是让我感觉真痛心。我有一个无确定的资料但是我有听一我牧者咧讲，咱台湾即马长老教会有6成的教会无青年团体，
有6成的教会无儿童主日学，啊，无儿童无青年，即款的教派，敢会有未来？所以咱搁爱搁较认真来养遮的少年辈，来宣扬福音，互因会通信仰会通定调伫因的生命中间。啊，咱看见着，我拄则有讲，因为1949年开始青年合一，1951年即张相片就是伫咱少年教会头前翕的。这是第一遍的总会。1951年成立总会了，开始南北合作，推动一个介要紧的事工。1954年到1964年中间，天主教会推行一个有史以来上介重要的运动，宣教运动叫做培家运动，PKU。这个运动，伊是希望讲伫10年中间，大家尽力来传福音。伊的目标就是，互当时纵贯路铁路所经过的乡镇，拢爱有设立教会。既然公路局有够的乡镇，拢爱有教会设立，然后信徒会当加倍。迄个时阵，咱的信徒是44507个，所以大家伫即个过程中间真尽力咧拍拼。当时迄个时阵，有一寡人看衰即个运动啦，讲 PKU 培家运动叫做摆卡运动啊，但是伫黄宗辉牧师、黄武龙牧师，因即群人。会坚持努力下面，呼吁迄个时阵全台湾每一个教会信徒，拢做伙来做3项代志，叫做3献运动。第一献心，就是每一工拢用10分钟，一个人10分钟，10分钟为着培家运动来祈祷。今仔牧师若要问你，恁一工敢会当开10分钟？来为着咱教会来祈祷，若有人咧祈祷，我确信咱教会会同时间拢会成长。第二献金，阮无论偌济，有钱献钱，有力献力，甘心乐意就好。当然有一个目标，当时阵是希望会当献1000万。第三献工，献工就是。伫亲戚朋友中间，咱选未信者的一个。咱有计划，每一礼拜一日做探访日，一礼拜拨出半点钟来对伊做见证，替伊祈祷，带伊来教会。一个人若认一个人，10天的时间敢带袂起一个人。若一个人认一个人，10天了就培家嘛。所以伫短10天中间，咱看见着培家运动的成果，人数对44507个变成做102943个，教会数对233变做466，多好培家。佮加上原住民信徒，总共信徒变做179,910人啊，超出培家的目标真济。现金的部分，原本得定1000万，到尾总共献2000万。这个运动带予咱真重要的启示，就是若当合一，若当团结，宣教运动得当传出去。牧师阁要一遍来提醒大家，顶礼拜有讲过咱的生命树计划。你看，樟树啊顶面还阁无挂半个果子，但是牧师是希望恁顶礼拜当去想，咱从希望咱带领的人的名，等下咱出去了外面有放这有需要的人，咱就摕顶面有印讲我愿意带领
啊，中医你就写啥物人的名，里麦耶稣啊，别签你的名。然后落入去外口有一个箱啊，迄个生命果的箱啊。然后落去了，我会请专人来挂起哩。好，望咱后礼拜就有人认养吼，挂伫这个树顶。然后咱每一礼拜，伫礼拜中间，咱会为着这福音对象来祈祷。然后你若有领养的，你就来参加10月初5的新朋友训练。哦，10月初6到10月13有2堂的课。好，咱第3堂的，咱就9点。就来到教会上课，吼，咱报名会当上课，吼，上到10点，然后10点半较来礼拜，吼。啊，若做第2堂礼拜，第2堂礼拜做了后，10点半搁有1堂小共的课程，吼。目的就是要互大家知影安怎用关系报道，引带人来就近上帝。然后12月初7，咱有办一个福音大会，咱邀请张文亮教授。来甲咱做伙分享，啊，这是一个带朋友来的机会，哦，咱只是上帝器具啦，咱把朋友带来教会，我相信圣神的亲自感动伊，吼，咱唔免惊讲无成果，圣神亲自感动伊，首先的是在地上帝，咱是亚正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配合这个时间，最后一个，咱来看咱的先辈，因是做荣耀上帝的宣告。保罗曾经讲，愿荣耀归伫咱的爸上帝，世世无穷。阿门。台湾教会有今日的成就，你甲我有机会会当享受福音的果实。咱不得不感谢早期宣教师因的努力甲奉献。真侪台湾人的灵魂，是因看无家己弃杀性命换来，因拢是荣耀上帝的人。上帝借着这群人，将福音的种子也点伫咱这个土地顶面，这个土地的顶面的百姓。也当透过因来明白上帝来得到生命的救赎，得到祝福。今仔日这个责任临到你甲我的身躯，咱拢是亚正的人，咱就尽力去亚正。我属确信，咱若尽力去做这个代志，上帝确实会听咱的祈祷，应允咱。互咱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踏着圣灵的脚链，愿望会当互万民得到救。求主帮助阮，互阮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遍野种子伫这块土地顶面。也愿圣神灌压活水，或者种子会当结实累累。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